成語驚弓之鳥。驚弓之鳥，此成語源自《戰國策》，講述更雷緊拉動弓弦便讓曾受箭傷的孤雁因驚懼而墜落的故事，形容心有餘悸，稍有風吹草動便害怕的心理狀態。故事：更雷是古代著名射手。一次他與楚王看見一隻飛得很慢、聲音悲鳴的雁。更雷說他只需拉弓不射箭，就能讓雁掉下來。更雷拉弓震響，那隻雁隨聲掉落。因為這隻雁以前受過重創，聽見弓弦聲便害怕地飛動，導致傷口並裂而掉落。驚弓之鳥比喻經過驚嚇後，碰到一點動靜就非常害怕的人。連續的地震讓大家寢食難安，稍微震動就如驚弓之鳥。股市暴跌後，投資人都成了驚弓之鳥，一有風吹草動就急着拋售。